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伫2019年发动中型空服员罢工，这时间是经过17天。桃园航空就讲，这罢工的天数违法，造成公司的损失，要甲这工会还个干部讨3400万的赔偿。这1审、2审拢败诉，上诉到3审，有关去予最高法院驳回。劳动学者就分析讲，这合法罢工是免责的，若准是出现劳资争议，雇主一定要含员工沟通。 工会认知到此次的协商行动已没有办法进行。2019年6月，中央航空甲空服员职业工会把红布条宣布，迄天下晡4点开始都无提供劳务，而且针对被大诉求，搁一届谈判煞无成，已经提到罢工权的工会，招会员去中央南崁总部抗议。 过2天，中央航空以罢工停诉无合法，严重影响公司营收、名声，以营业收入为请求的基础，向工会甲干部提起民事赔偿3400万。1审、2审法院拢判中央败诉，高院嘛认定工会按停诉罢工并无违法，以劳资争议处理法袂当讨赔，驳回上诉。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政府们在法律上应该要更为严谨，因为像这样的报复性诉讼，不是每个工会或每个劳工可以像我们这样支撑6年的时间。 中央航空讲，目前也无收到判决书，无法度回应。向要求赔偿的工会干部之一，也就是现任的中央空服员李莹，主动时罢工为了争取调关日机会，甲改善疲劳航班，还有会员禁止搭顺风车等等的诉求。 经过17天了后，后续劳资双方签订团体协约是一大进展。目前拄好是第2届到期要搁签约，希望官司定下了后，双方未来会当更加注重改善劳动环境。与其说等这个结果，我们其实是更希望说，公司是不是真的会释出善意，认知到工会罢工并不是为了要对付公司，而是我们只是想要争取更好的劳动环境。法院判不用赔嘛，也呼吁大家说，知道罢工的一个合法程序的一个重要性。那雇主要尊重说，罢工就是一个可以合法行使的权利。学者分析，这届罢工的诉讼对劳工甲头家人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。 嘛显示合法罢工会当免责。目前台湾的法规对发动罢工要经过调解无成、甲罢工投票等等的程序，这嘛已经形成是罢工的预告，嘛会当提醒头家人，伫劳资争议产生的时阵，就应该好好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